熊貓網網同埋福尼啦，年底之前將會出發，即係去澳洲10年。佢哋正係接受隔離檢疫。佢就係福尼，雌性，今年3歲。佢又食又玩，仲識得爬樹，證明精神好好。雖然即將離開一段長時間，但工作人員未有放鬆照顧，確保呢位親善大使以最佳狀態去到澳洲。現在準備送到澳大利亞去的話，我們專門給他安排了最好的眷舍，然後運動場啊、游泳池啊這些專門安排了這些監護的，全天24小時的監護。福尼同埋4歲嘅雄性大熊貓網網將會喺年底之前出發到澳洲亞德萊德嘅動物園居住10年，成為中澳大熊貓研究計劃嘅男女主角。網網同福尼一樣，現時都喺四川雅安大熊貓基地接受檢疫。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上個月底訪問澳洲嘅時候，落實大熊貓合作計劃。中澳關係近半年略為唔穩定。喺8月，澳洲力拓集團4名駐華員工涉嫌竊取中國國家機密被拘捕。澳洲容許被指係新疆騷亂策劃人嘅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葉比亞入境，亦都係影響關係嘅主因之一。有分析指，中方落實今次借出大熊貓嘅計劃，顯示兩國關係已經走出谷底。無線電視記者張杏賢報道。喺奧地利出世嘅2歲大熊貓福龍翻返去四川家鄉。福龍坐專機經上海飛抵成都，凌晨到達雅安大熊貓基地。佢初時睇嚟咧有啲緊張啊，喺籠入面爬嚟爬去。隨行嘅奧地利獸醫同飼養員就帶埋當地嘅竹葉、竹筍同紅蘿蔔到四川，等佢慢慢習慣。福龍要接受45日嘅隔離檢疫，佢係歐洲第一隻喺圈養環境下自然交配出生嘅大熊貓。福龍父母03年被送到去維也納，2年前喺美泉宮動物園誕下咗大熊貓雙胞胎，其中一隻夭折。按照協議，熊貓 BB 過咗2歲生日之後就要送返中國。